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5，诗篇89篇1节安尼讲：我要唱歌，学老耶和华的慈爱，到伫永远。要用我的嘴传你的信息，到代代。三个来祈祷。我要学老你的慈爱，甲信息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快乐，阮的盾牌，你是拯救阮的石盘。阮要尊你做冠，你是保护阮的冠台。阮要称你做大，主啊！阮要高举你的名。因为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阮要学老你的奇妙，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上帝。阮要称颂你的伟大，对日出甲日落的所在。阮要传扬你的作为，主啊！世间的一切拢是虚空，一切打拼，最后拢是空。独你的慈爱甲信息永无改变，所以我要唱歌，学老你的慈爱，到伫永远。要用阮的嘴传你的信息，到代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